象署表示，强烈风台花家沙暴风款伫11点的时阵，吸到恒春半岛，对今仔日下晡开始到拜二，风雨属大。有人传假消息，由台南市长的相片讲要放风台假，市长强调会追究责任，呼吁民众莫乌白摕这来讲算笑。双城论坛本地9月要来举办，台北市府表示，评估相关的进度了后，认为还可需要时间准备，所以确定会延后。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22日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莹。头先来关心的就是这粒强烈风台花家沙呢，即马已经愈来愈大颗啊！目前伊是渐渐挖进咱台湾的南边，气象署预计伊的强度呢会搁再变强。即马暴风圈呢，伫头拄啊11点的时阵已经吸到咱的恒春半岛，下暗开始，这东部有可能会来变大水雨。来听气象署11点40分最新的说明。西北太平洋上第18号台风强烈台风画家沙的暴风圈，在11点左右接触到我们南端陆地，也就是恒春半岛。气象署持续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海上警报区域增加了台湾海峡北部。在11点的时候，台风中心已经来到鹅銮鼻南东方大约320公里的海面上，暴风圈正在影响南端陆地以及东南部和南部的近海，未来将逐渐朝西转西北西的方向，在今天晚上会到南端的海面，到明天清晨以后就到我们西南端的海面，所以现在开始一直到明天白天将是它最接近我们的时候，也提醒大家，最接近我们的时候将是台风强度最强的时段，而气象署持续发布海上及陆上台风警报，海上警报区域是台湾东南部海面、巴士海峡、东沙岛海面以及整个台湾海峡；陆上警报区域则是台东、恒春、屏东和高雄。从清晨到现在，主要的降雨还是在基隆北海岸、宜兰和花莲，但是宜兰和花莲已经出现了局部性的大雨。我们也可以注意到，整个降雨正在往南花莲和台东靠近。就今天下半天，整个东半部，包括花东以及屏东的山区，就开始有渐渐明显降雨。尤其下半天晚上到明天，花东、恒春半岛以及屏东山区的降雨时间增长。雨势会变大，伴随瞬间的强降雨，这是最明显的降雨时间。目前气象署发布豪雨特报，提醒大家，就以今天来说，我们今天预估在花东地区、恒春半岛及绿岛兰屿，还有宜兰山区和屏东山区可能会有局部性的大雨或豪雨。另外，在大台北地区、宜兰平地、屏东平地以及桃园山区、台中山区、南投山区和高雄山区可能会出现局部性的豪雨。好，来看这粒花家山呢，即马已经愈来愈挖近台湾啦。伫高雄呢，今仔日早起，虽然讲还无啥风雨，也毋过这扣水池拢已经先下水咧准备啊。也那农业设施嘛有加强来固定，就连这节运呢，嘛伫咧轻铁的大顺路这树仔顶来装净湿器。万不一这风雨呢，若互树仔有去歪错去，安尼就会单警报来提醒。风台也未到，不过高雄今年小连续撞到几礼拜风台，佮加上花家沙强烈风台，市府已经传4万挂粒的沙包开放给民众来驱光扫领。市区一寡大型设施的布棚已经先收起来，工地内底物件嘛拢收好势啊。民众早起也趁天气正常的时，先去做风台准备。头前那下大雨会，我们在成河路上。有做什么特别的准备无？准备嘛，会啊。有吃的啊，在家里，以防他没办法出门的时候，我就在家里自己煮。因为花家沙7级的暴风圈啊有320公里，气象署自2日透早就对高雄发强风警报，可能会出现6级以上的阵风。对了，这运局已经针对轻铁伫大顺路甲美术馆附近的树仔来装净湿器，做树仔倒去的监测通报以外，农业局嘛通知农民爱加强网式设施甲农作物的固定保护，将灾害损失降到上低。总共装设了200棵的树木倾斜翼，透过 AI 的方式来做一些即时监测。那如果说树木有稍微的倾斜，或是有一些倾倒，我们可以透过 LINE 的讯息及时推播。山区雨量有达到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而在平地的部分的话，则是有短暂阵雨和雷雨的情况。那在风力的部分的话，在沿海地区有风力达平均风6级以上及阵风8级。伫咧海上交通的部分已经受到影响，往来澎湖、高雄的澎湖轮也宣布2、3、2是2天的船班拢取消，民众若是有坐船的需求，就要提早营运。
记者郭家族、柯兆勇、高雄仓报道。好在强烈风台花甲山呢，已经愈来愈大粒，屏东东流线的船帮呢是决定今仔日过道就会全部来暂停。真侪要去小琉球的民众，这行程是受到影响。今日早起呢来看，这恒春半岛的海影嘛开始渐渐变大，这海墘啊嘛已经拢来封锁啊。时间愈晚，这风雨就会愈明显，所以天气民众千万都要注意。船入港，旅客一个落船，趁风台瓦近进前，紧转来东港。今仔日的东流线船班原本按算营业到下晡4点，不过花甲沙风台威力一直变强，为了安全，东流线的业者昨暝决定过道了后就无要出船，二三二四规工停驶。有一团队新得来的民众，原底计划要去小琉球佚佗，行程拢去受到影响。那打算玩几天？4天，什么都不能玩。什么都不能。有发觉它的威力增强，已经变成强台，而且它的扩及范围到350公里啊。那在这种状况下，我们会担心说它的速度会加快，而且在观察，这个海象预报上面，我们也有观察到浪高平均又增加了0.5公尺左右。也若垦丁地区早起10点外的海影有变较大，有一寡民众伫南湾船旁少的海边啊，想要看海影，但是已经发布陆上风台警报，海巡人员按照规定有红线伫海边巡逻，劝离想要看海的民众，避免发生危险。目前海边的状况虽然看起来风险好，但还是因为现在是陆警发布的关系，所以请民众不要下去，全部都把封锁线都拉起来了。针对花甲沙风台，中央气象署预估。风台的范围伫中昼左右，就会接触到恒春半岛，风雨会开始变大。预估雨水量可能会到400毫米。即天，屏东县的邦山、车城、恒春等6个乡镇是停班停课，提醒民众爱小心戒备，注意安全。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敢有人真正遐白目咧？来看这风台要来，也毋过社群平台顶悬咧，煞传出有人开始来传假消息啦。有人是用这台南市长黄伟德的相片，假言讲要来放风台假，这是引起民众的误会。台南市长黄伟德强调会依法来追究责任，呼吁民众千万毋通摕这来讲生笑。新的这个风台持续往西咧刷叮当，南部实地民众暗时拢真关心，看敢有达到放风台假的标准。而一旦市政府宣布正常上班上课，结果伫咧社交软体，所有人用伊家己的号号相片偷用台南市长黄伟德的相，发布台南明仔载放假假消息，而且伊阁是一位高中学生，民众看到拢害头，认为安尼是无该特动，不太妥啊，不太能够这样子误导人家，我觉得这样不是很好。觉得这样其实不好啦，因为会。就是散播一些不实的消息。针对该生的不当行为，本校将尽速召开奖惩委员会，依校规妥善处置，同时加强全校学生网络使用规范与法律责任之宣导的教育。经过了解，这个偷用市长相片的高中查某学生，即阵已经知影唔对啊，校方这边嘛依照校规来处理。另外，这乱散用相片的事件唔敢来一层，有人佫较喊，那相片参市长同款，连号号嘛买同，市长嘛随下面背回澄清，伊嘛出面讲，这款代志会依法来追究，还是需要来依照法律的规定办理，这不是我个人能决定的。如果法律允许，我们就尊重；如果法律不允许，我们就移送。本案经查非由市府正式发布，属不实讯息。本大队已掌握特定对象，将依法侦办。敢要放风台假，拢是经过市府评估了后，才对外公告。警方等咧调查，到时以灾害防救法第53条，罚30万至50万块。另外，有报上无影的信息，影响到公众，会罚3年以下有期徒刑，参100万以下罚金。呼吁民众唔通摕这来黑白讲生笑。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伫高雄大埤湖边呢，昨是发生一阵车祸，这是一台货车呢，哪像伫咧转弯的时阵失去控制，结果去弄到对向骑奥多摆相载的3个人，其中有一个人甚至佫跌落去水底，拢总是2个人死亡，另外一个伫咧开刀了后，即马是带家护病房来观察。白色货车转弯时，敢若失去控制，冲向对向的车道，弄倒汽车，煞来佫弄到护栏来并车。有一个人飞下去，但是他们已经下去救他了。
看到民众真侪人落车救人，但是发生伫2中道高雄陈清湖边的宽湖路接文静路段，骑车4判的查某人甲3岁的查某孙，互弄一个真侪所在骨头断去，唔知人。现场荷兰有1.7公尺悬，不过后座4判的查某人因老母互弄背入去湖内底。自小货车驾驶郭男，经实施酒测值为0，其事班女待检验。目前双方驾驶及乘客送医救护。初步研判为自小货车过弯失控，驶入对向车道，导致肇事。汽车油流到规涂骹，就惊佫造成事故。加上边仔陈清湖是饮用水资源保护区，警方也通知环保局人员到现场，用查沙巴协助清理路边的油污。加在油无进一步泄漏到水源区，家属到现场看到是真烦恼着急。家属要问情况啊，还是要请他先去医院？还是我先去医院？好，先医院好了。事故路段今年已经发生21件的车祸，其中 A2 就降18件，互人遗憾的是这个事故，4判的查某人甲伊的老母经过抢救了后，拢宣告不治。警方后续会调查详细造成事故的原因。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伫新竹市嘛，同款发生一件车祸，这是昨半暝呢，伫经国路的2段有一台轿车是凶弄入去工地内底，车顶4个人拢死亡。这赛车的驾驶佫落跑去。即阵啊，这警察呢是抓到一个15岁嫌犯，也毋过伊煞讲家己毋是赛车的人。真侪消防队员伫一台银色轿车头前提破坏器材，是要撬开变形卡式车门，因为车内有乘客受困，现场就亲像甲阎王抢人共款。事故发生伫拜日透早差不多3点，迄时阵一台银色轿车经过新竹市经国路2段的时阵，不明原因规台车弄入一个建筑工地，一个男性乘客当场被抛出车外，3个男性乘客卡伫车内送去了后，3乘客救无转来死亡，也有一个乘客意识昏迷，因为脑死家属放弃急救。一名原本喷飞的民众先行送往台大医院，后续3名民众经过脱困之后分别送往台大、马街以及国泰医院。现场的伤者伤势皆为身体有多处的一些变形。警方初步搜查，无伫车内发现违法的物件，不过吊水驾驶伫案发了后失去影像。警方陆续调查周边监视器影像，比对相关事情了后，驾驶技术是15岁姓谢少年，警方已经锁定追查。初步位于车内发现违禁物品，肇事车辆合计5人，1人事故后离开现场。本局现已掌握驾驶身份，全力查缉到案厘清。你否认是驾驶吗？所以不是你上车开车的？车是你开的吗？姓谢少年被抓了后，法庭判案，因为捌涉嫌伤害遭到通缉，所以才会逃走。警方继续咧调查真相。这个工地原本是护肤养生馆，结束营业了后，转互别人接手来进行整修，却传出车祸意外。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承德国小的羽毛球馆呢有开放予民众入来拍球，想袂到竟然有人是惊登记袂到，转伫学校门口来过暝。即摆学校是讲，对明年开始会改做是网络来登记，也有公开来抽考啊。18暗时有民众翕到这情形，伫台北市南港区的承德国小学校门口，竟然有老大人为着抢到学校羽球场馆热门时段，直接倒伫涂骹困过暝，方便隔工开放登记的时阵能抢到好位。球友也讲，羽球馆确实是真受欢迎。就是他没有遇过你说排队的状况。哦，排队的没有看过，没有，几乎都秒杀，根本就抢不到。每个人就是手机跟电脑都在standby，然后都抢不到。详细看相片内底老大人，有的是摕伫凉椅休困，有的是直接倒伫涂骹，也是摕雨伞遮着。根据了解，承德国小羽球馆捌伫2022年整修过，室内真宽真广，加上租用4面的球场，2点钟一杯2200块，平常时甲暗时热门的时段，大家拢伫抢。有民意代表讲，台北市长蒋万安8月才拄代表市府接受智慧城市到外公县长的智慧治理奖项，享受市民为着抢登记球场，困伫街路上，恐惊引发安全的问题。连最基本的这种球类运动都要让市民朋友用最传统走回头路的方式，在路上睡觉才能够去接场地，这是一个
非常需要改进的地方。明年的第一季的场馆租借的部分的话，就会改成线上登记，然后进行抽签，让大家不用就是这么辛苦的来做排队。台北市教育局讲，有关台北市学校场地开放作用办法，申请方式是先申请优先，应由学校协调也是抽签，以每期3个月为限，期满要搁使用，必须要重新来申请。真侪球友讲，网络登记接获到减少排队，甲无方便。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咱要先来关心的是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昨时来发生大规模的反贪污的示威活动，有几啊万人是惊就惊头来画口号，抗议政府高层有食因的钱。也那这总统府附近的冲突是真激烈，有大龄少年人烧车链搁牵石头，也那警方呢是射水炮，也搁有催泪驾驶，有数十万人互拉掠去。这路拢是火车顶烧甲庆祝乌烟，作罢的年轻示威者甲防暴警察加铁栏杆对立，石头管啊一直偏向警方，顶部警察也用水炮、催泪弹回击。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日爆发大规模反贪腐示威，在总统府马拉坎南宫附近，超过3万人行起街路抗议官员涉嫌腐败治水工程经费收回扣。Nandito kami para manawagan na tama na, sobra na. Tigilan natin ang korupsyon. 示威过程原本正和平，暗过伫出现聚会大部分和平的青年向警方拍石头，讲害警局暴力，搁伫通向总统府的街桥附近放火烧一台红色桥塔车了后，冲突真悬，警方出动水炮、催泪驾驶，掠数10人，暗过原警有数10人受伤。这场反贪示威多是前总统马克思宣布戒严纪念日，搁增加历史气氛。根据菲律宾财政部估算，贪腐和菲国经济伫2年之间损失20亿美金，各一环保团体甚至认为贡献接近180亿美金。The people are tired. The people are fed up, and the lack of government action on this very long-running issue of corruption requires people to go to the streets and express their outrage in the hope of pressuring government to actually do their jobs, to do something. 有抗议民众人动办航海王机啊，话政客毋是圣人口号，情形甲印尼最近社会运动正共款。面对愈来愈厉害示威，总统小马可是表示，理解民众愤怒，暗过反对暴力升级。那政府无提出具体解决方案，恐也无法度平息年轻世代不满情绪。公司新闻电有人朋友。另外，伫南美洲秘鲁的首都呢，嘛同款发生警民的冲突，这主要就是少年人呢，伫团体带动之下，表达因对政府贪污也有恶道犯罪不满。在示威过程当中，甚至阁出现日本漫画《航海王》的旗啊。示威民众向警方冲浪等物件，警方施射催泪gasử，有人向前冲，有人向后边走，现场真混乱。Los jóvenes, incluso personas mayores, estamos aquí indignados por la inseguridad, delincuencia, sicariato. Podemos ver por acá, por favor, una cantidad inmensa de policías. Bastantes policías acá son únicamente para intimidar, para reprimir. 一个少年人是受到一个叫做 Z 世代团体动员，伫市中心的广场，想要向政府警的方向山顶人游行，提出因的诉求。警方先设路障，切断附近的交通，双方发生激烈的冲突。Hemos venido el día de hoy a reclamar, aparte por la expulsión prácticamente de Dina Boluarte, una señora que ha sido incapaz de gobernar este país y que el día de hoy。秘鲁这马政治动荡主要是因为检察总长艾斯皮诺萨不提出对纪录会国会议员、内阁部长甚至总统博罗阿尔特所涉嫌的纪录项犯罪行为。19号全国司法委员会处停职6个月。Temo por mi vida, sí, soy un ser humano, pero eso no me llena de temor para seguir enfrentando la corrupción, porque es el juramento que hice. 示威民众讲，因对研究中的退休金改革正不满，并且要求提高薪水加改善劳动条件。工会、环保团体也有其他社运团体也表示支持。伫路的也有看到日本正有名的动漫《航海王》内面代表反抗压迫、追求自由的海贼旗。进前伫印尼加尼泊尔就直接发生这种抗争的行动，这代表全世界Z世代示威活动有跨国连结，变做一种新兴世代力量的趋势。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
美国保守派创议人士可可的追思会呢，这总统 Trump 也有电动车的大头家马斯克拢有出席，现场安全戒备是真严格。另外，这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编辑嘛有去参加。悼念者穿着红白蓝的衫裤，日日通过一站一站的安检入去亚利桑那，会当容纳63000人的州龙体育馆参加保守派知名创意人士可可的追思会。总统川普、副总统范斯加其他共和党的高层拢来到现场，镜头有翕到川普加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握手。川普伫咧出发之前面对记者，暴露可可这位少年政治名友的影响力，肯定伊创立的保守派组织美国专利店帮共和党有正济票。And he's a young man, but a great man, and we look forward to it. It really is. We want to look at it as a time of healing, a time of whatever. That's going to have a very interesting day, very tough day. 今年放基督教摇滚乐，可可的相片是采伫咧体育馆的巷路，即间有真侪人天也未光就到现场排队要入去悼念。因为追思会人伤济，主办单位也搁伫附近设一个所在，互无法度入去纪念馆的人也当参加。Charlie Kirk is a huge, impactful figure. I think that this is going to change things, and I think he made such a difference. He deserves us to be here. 31岁可可吹襲伫猶他州一場甲大學生的辯論活動被槍殺，凶手是22歲學生，被指控謀殺。調查人員講，嫌犯不傳信息，互伊的查某朋友講伊擋袂了可可的受訓。這件謀殺案，互大家擔心美國的政治暴力愈來愈多，黨派對立愈來愈深。雖然當局已經講凶手是家己一個人犯案，不過川普也是用這件槍擊案做理由，加強對政治對手的攻擊，甲槍擊案攏怪罪乎左翼的組織。公司新聞吳文玲報道。另外来看，美国总统 Trump 呢也来签行政命令，伊是甲 H-1B 的这个工作签证申请费用调悬到一档要10万的美金，这也差不多是台票302万。政府今这步主要就是要互科技公司呢来改请美国员工，嘛因为目前呢这张签证其实有75%拢是分予印度人。大批南香港人坐专机为美国转去，9月初美国移民单位向防对汽车电池厂发起大规模查缉，即马比防对移工有新政策，宣布大幅调起 H-1B 签证费达到10万美金，差不多台票302万。So the whole idea is no more will these big tech companies or other big companies train foreign workers. So there's an incentive to hire American, but there may be instances where it's better off doing through expertise or whatever it may be. 美国强调，这互各大公司选择请美国人，不过也引起各国烦恼。北京澄清，敢若适用新的签证，不包含即马有签证人。H-1B 签证是发予伫美国专业技术类进修的工作签证，是非移民签证，是美国上主要的工作签证类别。目前有3/4 H-1B 签证拢是发予印度人。So it's a big hit for the tech talent, but also on the other side, I think it will be good for India because it could be a reverse brain drain in the like where people can work here. 国内科技业也在讨论台湾科学园区科学工业农业工会会务总监张志焕认为，对于安全去美国加大投资的大厂恐吓造成影响，去美国迁移速度变慢，效率变低，保持观望态度。要分析处表示，大厂去美国大部分是高度自动化，建议大港高阶 AI 数学器产业冲击会较低。因为他们具有2大特色，第一就是高度自动化，第二毛利率相对也比较高，所以呢受到工作签证费用调高的影响，相对冲击会比较小。专家评估，这项政策对劳力密集的产业打击上大，电子业是下卡加工组装厂可能较受影响，企业恐怕要想办法应对。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买车买厝是需要贷款，所以压力的有影是真大。根据统计呢，即马全台湾同时阵买车甲买厝的是超过95000多人，这金额差不多是756万，这也是这几档以来呢上介悬的记录。专家是讲，这厝价悬呢是一个原因，过来就是这换厝甲有厝的人是较恶贷款的，所以民众要是着斟酌想好清楚。想要有厝通住，出门阁有车驶，同时排车贷甲房贷相对走真数，毋但一年比一年较济，更的经济动荡也一年比一年较重。房子虽然一直在盖，可是房价也是没有在下降。在贷之前，就是要先做好规划，才比较不会有压力。
有房屋集团用联电中心数据统计出，这几年房车伤贷件数已经为2021年7.7万人，每年欠款。今年到7月，各有95212人。金额也为2021年6字头一直增加，到今年7月，房车伤贷金额752.5万，各创一年新高。房贷跟车贷的它的利率也相对来讲没有那么的高，所以它就成为民众呢资金使用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运用方式。购屋的总价持续的攀高之下，当然你贷到的这个所需要的房贷的金额也会同步的往上拉升。搁进一步分析，平均房贷金额为2021年500多万，每年提悬，今年到7月高达684.5万，平均车贷金额也是每年欠悬。去年搁第一摆超过70万，今年到7月平均是72万。就是房价都好像是居高不下，虽然一直看到新闻有一些政策在调整，这样。专家提醒，若是换厝或者是较侪厝人伫申办贷款的时阵，拢开比优先排除，银行也会看个人收支比决定应贷金额，建议民众做好债务规划，才避免因为上贷压力伤过大。记者综合报道。民生电钱10月要来起价，也若基本工资呢，即马嘛化工要来调悬，所以有民众就开始烦恼讲，若准即两项呢安尼交起，物价恐惊就会受到影响啊。经济部长景明鑫伊是表示讲，即马电钱呢起0.71%，其实对物价是无啥影响的。也毋过伫中华已经有卖控肉饭的这头家呢是大声来反映，宣布物件要起5块至10块。为点来高级芳广告的控肉放伫白饭顶，佮加上卤汁配料，互真侪人客到中华拢批芳走来。指名就是要食一碗控肉饭，也毋过部分店家刷广告，10月开始就要起价。这是拢应该啦，因为成本的问题哦，咱嘛是爱互人讲我都继续来经营。还可以啦，不要长得太凶就可以。猪价现在这么贵，涨一下是 OK。业者无奈表示，顶日国内猪肉供应较力，价格一直提悬，加受到关乎了价格波动，部分餐点也不得已起5至10块。猪价已经跟我涨了2波了，所以我也是撑了到现在。你看猪价有稍微平稳。不过那也是阶段性的而已，对我们来讲，我们自己拿的成本还是一样。那是实在，10月开始也阁有电价起的冲击，像早顿店、火锅店、饮料店、甲小卖店等小店家，每个月用电700度以下一度起一角，业者烦恼会进一步造成物价起的压力。对于餐饮、零售服务等中小企业业者来说，电费支出与人事成本原本就占据营运结构的相当比例，短期内双重调涨，再加上美国关税的不确定性，确实会对店家造成沉重的压力。这调幅真的也蛮小的，总的调幅才0.7%，影响物价如果按照主力总数的估算呢，如果调涨10%，才会影响到0.27%的百分点。那现在是等于是调涨1个百分点都不到。经济部长姜明鑫表示，最近全球的燃料价格较无波动，起电价时机适当，而且经过评估，对物价影响无大。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台北甲上海的双城论坛呢，本地是9月25要伫上海来举办，也毋过即马台北市政府所表示讲，紧需要爱看办，所以决定要来延后办理。即马南洋的议员呢是质疑讲，有可能就是互中央政府来甲刁难。也那刘玉辉是表示诚意外，伊讲移民署本地今仔日就要分证件互代表团啊。原本9月25到27日台北上海双城论坛，台北市府煞伫自治透早紧急发出声明，表示需要搁较周全准备，决定延期。副市长林玉华证实，延后举办较时间2份合作备忘录的3方参详关系。那大家也知道，这个磋商是包括台北市要跟中央部会，还有跟上海方，不一定是陆委会。然后另外，单分论坛的部分也是有些细节呢，我们都觉得还不够的完备了哈。国民党台北市机关将会员开第一场，将目标对准中央讲调南两岸交流。合作备忘录其实也是为了促进两岸城市之间的交流以及治理而已啊，不影响任何的国家安全。但时至现在为止，中央政府还是迟迟对内容没有确定。单委员、议员的资料到底是哪来的？他好像什么时候变成市政府的发言人？我们也呼吁市政府在 MOU 的内容，不是你签订完才送来市议会，应该是你要在这个签订前
那拟定完应该也要送到市议会来让议员来监督。主持副进程一直无讲正式的举办一期，不过伫9月11向陆委会提出申请，照管理审查差不多需要2礼拜时间，也同时伫10日通知媒体行前准备工作，进入临时法庭。被点名技术性调查，陆委会也出面澄清。到上个礼拜5，大家都应该已经初步都达成共识了。那本来想说应该会很顺利，今天本来是移民署就已经要发证，让他们全团都可以去了，所以我们也有点意外，那也有点遗憾。被看作是无在量化为医官风景式活动交流平台的上下论坛，为2019年到即马连续14年无断过。陆委会表示，一直拢是扮演协助的角色，等18市府重新搁申請，也趕快積極協調甲溝通。記者綜合報道。咱國軍愛國者飛彈的採購案的到單已經有18檔的時間啊，本地是伫2007年就會來結案，也毋過即馬所傳出講美國業者呢希望講會當延後，因為咱空軍的司令部是來回應講，即馬各項工作攏有照計劃咧執行。專家是來回應講，就算講這愛國者飛彈咧延後交貨，咱國產的強勁飛彈這性能是愈好，有通保衛咱第一防線。國軍試射愛國者例行飛彈，展現中國空嘅炸動能力。不過國軍愛佇性能提升加採買愛三案件，執行較單已經18檔。飛彈俱樂部因為國際情勢演情交鋒，本來2027年要結案，即馬傳講美商瑞信公司閣希望會當延期。空軍司令部是講，即馬採購案各項工作攏有照發計師計劃點執行。那我們也要求2027年，那會全面性的交付完成。那所以目前所得知的狀況，應該是不會有太大延遲的問題。被國防部向行政院提的軍購特別預算，通講規模超過兆，包括要建造大阪金強航空網。空軍將會啟動另外一波採購一個贏3個連的愛三精挺型航空飛彈案。專家講，中國機國產的強強飛彈，炸動的高度超過70公里，比愛國者加強三又更加懸。以後應該當負責炸動大道飛彈第一線防線的責任。可能在東風時期這種變軌的戰鬥備彈，在實施變軌的動作之前，我們可以實施攔截，把它在變軌之前就把它打掉。華盛頓郵報報導，美國總統川普為咗嚟出席傳習會，今年熱天舉轉一條超過4億美金的對台軍事援助。就有評認為，美國對台軍援是美中台三方關係之間敏感的議題，美國應該盡量避免提出台面甲中國談，而且談判有各種建設，不代表美國對台灣的政策就是向北京讓步。記者綜合報導。這軍車又閣出代誌啊！來關心的是，這是陸軍10軍團的這個一台軍用卡車呢，伊是傳出火燒車意外，這車輛燒甲干那剩骨架爾爾，加在人是攏無安怎。也那軍事專家是表示講，這款的軍用卡車呢，因為傷舊，所以只會當使用其他牌子的零件來加維修，所以認為講應該就愛趕緊換新車才對。消防車趕到現場，頭前的車已經燒做火球，隨趕緊救水線轉水降溫，車頂的人已經走出來，無人傷亡。到現場發現是一台軍用的吉普車起火，已經全面起火燃燒。那現場了解是沒有人受困的情形。導火車輛是軍方悍馬車，屬於陸軍10軍團3條化學兵群。這個月19暗9點過，演訓結束要轉部隊。經過彰化田中中南路一段時，底盤突然衝出火，迄當時外邊發現異狀，趕緊停車，溝通報消防隊。幾台車最後燒甲成架啊！那目前起火的原因，由消防隊在做鑑定中。國軍悍馬車最近幾年一直有狀況，2023年4月，金防部的密步彈小組車道的彈藥導火，今年2月6軍團也有一台悍馬救護車火燒車，這擺是10軍團的悍馬車底盤導火，專家表示可能是엔진室機件老舊老油拄到高溫引火。所以它過熱以後，很有可能這個自排油從這個地方冒出來以後就滴到相對的排氣管的頭段，所以它造成了燒起來。軍事專家指出，國軍即馬使用的悍馬車，多數是1980年買的使用高大機件老舊真歹找，目前攏是以無經過官廠認證的副廠件維修，那點故障也造成戰術運用上拄到困難。它本身車體已經老化，而且它在過往
我们用了太多的副厂零件，导致它很多的零件的强度跟原厂设计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所有的车子整体的妥善状况就一直不好。机动员表示，国军目前有引进轻型甲中型战术轮车来使用，也毋过商用规格真歹应付实际需要。除了爱加速引进军规的联合轻型战术车，非战术需求的车种也爱加速替换，才会当避免类似的事件。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带观众朋友继续来关心这风台的动态。气象署表示讲，头拄啊11点的时阵呢，这花家沙的暴风圈已经卡到咱的恒春半岛，即马是针对台东、屏东甲高雄来发布陆上风台警报。对今仔日下晡开始，一直到拜二，这风雨是上大的，对咱的花东、高雄、屏东影响也是上界明显。 华东地区的海岸海涌一阵一阵来，气象署指出，拜一东半部的风雨愈换愈明显，另外强烈风台花家山的强度有可能会搁再增强。对拜一下半部开始到拜二风雨上大，气象署提醒华东地区、高雄、屏东这些所在，毋但雨水高，落雨的时间嘛真长，也有针对11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花东地区、恒春半岛及绿岛兰屿，还有宜兰山区和屏东山区可能会有局部性的大雨或豪雨。另外，在大台北地区、宜兰平地、屏东平地，以及桃园山区、台中山区、南投山区和高雄山区，可能会出现局部性的豪雨。 气象署提醒讲，风台花家沙虽然会对台湾的东南边往西边扫过去，也毋过风台结构完整暴风圈真宽，影响的范围包括台湾各地。气象署表示，虽然西部的雨水无高，也毋过沿海和离岛拢会盛强阵风。云林以北的区域，还有南投以及整个东半部区域，还有澎湖、金门、马祖，会是橙色灯号，平均风力6级，阵风8级；而绿岛、兰屿以及屏东是橙色灯号，平均风力9级，最大阵风11级。这些区域也会随着台风逐渐靠近，会稍微的做调整。 针对海涌的部分，气象署已经观测到台东海涌有6米悬，北部海面嘛有5米悬，嘛表示拜一到拜二早起，东南部海面和巴士海峡可能会有6米以上的大涌，嘛指出风台中心的涌悬会到10米以上。气象署提醒民众唔通到海边啊，避免发生危险。记者卢尚珠、郑俊友台北报道。 好，即马强烈风台花家沙呢是持续逼挖咱台湾华东地区，这风雨呢是一阵一阵。即马台东市公所呢已经有发这沙包给民众，也那伫咧花莲光复乡呢，是因为这马太安溪积水湖已经在要崩坏，所以县政府是有个下晡1点开始，就强制撤离水尾的居民。富光渔港海涌已经超过5-6米悬，涌冲过爆花，连水流差嘛喷起来车路的，绿岛甲南屿嘛出现大涌。 台东甲屏东各界的太洼溪，拄好拄到大楼，嘛发生海水倒激的现象。这边风好强哦，老瓦溪，现在海水倒灌，我都站不住了。影响风台来落大水雨，可能造成淹水。台东市公所透早就分沙包，一个人上侪领5包。来领沙包。我家里每次都在台风积水啊，都在淹水啊。对呀，哎呦，真的太严重了，我们没有。你们路也来的？ 另外，花莲光复乡因为马太安溪积水湖，伫要达到溢流的水位，欠水量估计是一个南化水库的量。万不利若崩坏，对水尾的光复乡，嘛影响凤林镇，会造成严重的威胁。华加沙台风可能会带来花莲山区500公里以上的雨量，所以极有可能会在这几天会造成坝顶溢流的情况。目前已经在今天的早上7点发布了红色警戒。 高雄镇公所日夜暗就开始撤离民众，不过因为爱撤离的人数一直增加，地主公所无法度应付，需要管府整合所有正确的资讯，加加派卡手。好，目前比较困难就是说我们的划定范围那么宽大，现在好像宽列到6000多个人了，我们就一直要求上面，你到底多少都正确资料给我们，我们可以才准备多少兵力，多少后给补给啊，这些收容所啊。 根据花莲县府的数据，目前光复国中、光复国小、太巴龙国小已经停班停课。爱撤离的保全户有光复乡的大坪、大全、大同、大安、大马、大华、大进、北富、西富、甲东富村，还有万盈乡的明利村、凤林镇的长桥里，总人数差不多7000多人。按算下晡至暗时会开始强制撤离。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台北市有男性呢去到医美诊所要来做私密处的这个手术，不过煞伫过程当中不幸来死亡。这位副部长赵宗良是表示讲，未来要来修正特管办法，要求这医师呢爱有无共训练的资格，也禁止一个毕业就投入医美的手术。所有做这医美手术的医师呢，拢着爱有大外科专科医师的资格，上紧年底就会来实施。画面内底，这个姓丁的外科医师，之前因为甲患者做生殖器的医疗美容手术，那像是麻醉出问题，造成这个患者死亡，结果检方下令以现行犯逮捕。今仔日大联动去台北地检署，告台北市卫生局管理不当，针对最近真正传出医疗美容的事故，卫福部长赵宗良日讲，未来爱修特管办法。如果他有受过专业训练，而减低这个所谓的医美的意外事故的话，应该是一件好事情。支持，要怎么训练他们，我们还要再研究看看怎么做。未来的一个整体调整的方向里面，大家应该还有一些讨论的空间。针对未来修法的方向，卫福部长赵宗良讲，会以医疗的风险，要求负责手术的医师爱有无共训练的资格，禁止一个出业就投入做医学美容。另外，未来所有手术型的医美疗程，负责手术的医生拢爱有外科专科医师资格甲证书。若发生医美的事故，经过调查，若有违反医疗法，除了爱停业以外，嘛会甲不良的记录公开，防止医生改名或者是换单位了后，来闪过相关的查询。这个新的制度上近年底会实施。去对应不同训练的医生，可以从事不同风险的医美疗程的工作。我觉得这个特管法的修正预告后，应该可以得到大家的支持，而能够尽快的上路。我觉得这样子才能够抑制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医美在这个一些诊所的一些不当的一个现象。这样直接去做医美的话是有点争议，必须要有相关训练，才能够保障民众的安全。因为部定专科的训练里头就包括很多基本的急救跟生命安全的一些常识。卫福部长赵宗良表示，医学美容甲一般的医疗无同款，对象大部分拢是健康的民众，所以要更加严格来防止发生严重的事故。修法的草案按算10月份会做60天的预告，希望来保障民众就医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这 iPhone 17才拄出来，即马诈骗就随来啊！这是一个姓吴的小姐呢，伫社群平台看到人讲有买新的手机啊，所以旧的就要卖4500就好。结果呢，伊用假的超商交汇编的系统来交易，所互人要求爱严正考责，损失10万块。本来有新的 iPhone 上市，现在会当写真侪买将来买，伫社群平台嘛袂少破文。趁这个时阵会当换机啊，旧的俗俗卖出去，不过爱设置这可能有问题。就是这几篇图文内容看到差不多，拢是同一个人发的。内底讲伊买新的手机啊 ，iPhone 17，所以要甲旧的卖出去。先开始讲免钱要送出去，不过无人探问。调做4500了后，有一个吴小姐来问，用超商交汇编来交易，不过煞是踏入陷阱。这个吴小姐了10万块。伪造便利超商的客服。然后指示这位被害人操作金流的验证，一验证下去的话，就等于是让被害人的钱转走。详细看图文，其实有袂少所在有问题，亲像 iPhone 16 Pro Max， 若是要搞写新，以市场的行情，根本就无可能免钱，或者是几啊千块就卖出去。所来是图文的日期，是安怎伫官方新机啊开始卖进前，都已经讲伊买着啊。那民众想要说，比市价低，或者是以贪便宜的方式，我觉得无可厚非。人买东西本来就这样子啊。但你必须要理解说，其实在这上面所看到的，不管是资讯也好，或者是对方叫你加 Line， 你都要特别的谨慎小心。警方提醒，网络顶买物件都要细致，因为8月份这个类型的诈骗都有3400多件，占诈骗案件内底上济。嘛，防例做是发生比率悬案件的种类。专家建议，买进前都要查清楚买人的身份，来保护家己，买当面对面来交汇，相对会较有保障。记者综合报道。一年一届这万人收过日月潭的活动呢，9月28日来举办啊。今年是有2万多人来报名。南投县府今仔日是伫日月潭来举办祈福的仪式，强调会做好交通管制，也会设医疗站来做好配套的措施。日月潭国际万人引导20日举行，南投县政府22日早起伫日月潭的钓鱼码头办祈福仪式，祈求活动顺利。官府指出，今年拢总有24736人参加，估计起因超过5万的人丁来遮。
建议交通会较完整的啦，会使较提早甲民众讲，什么时间管制的部分。当地要上班的人会进不来。 因为他原本是8点上班，变成我要提早来，不然就是要延后才有办法进来。针对当地的一些要上班族来这边上班的人，看有没有另外一张可以通行的方式。 南投县府表示，东港早起6点会开始交通管制，台21线环潭公路敢若会当行顺时针方向，请用路人配合。嘛建议当地人也是伫遮上班的民众，会当骑机车出入。另外，县府伫调布、伊达小码头、九龙口拢有设医疗站，卖安排空勤总队待命。 那这次的交通呢，还有医疗上面呢，我们也是用尽了所有的这个人力啊，尤其在医疗上面，我们可以说是陆海空的这个设备啊，竭诚的欢迎来自这个海内外的好朋友参与我们今年2025的日月潭万人一渡的活动。 今年万人收过一月潭的参加者当中，包括35个国家、361名国际选手，以及130名省众选手。也那第11届一月潭公开水域游泳锦标赛27就会先举行，县府欢迎民众来替民众加油。记者辛欣怡南投报道。 2025年台湾世界展呢是伫中华来举办，除了这官方规划展区以外，有一群在地少年家是主动来响应，伫这当中呢来举办展览、食食文化等等的体验活动，希望用在地角度，让民众会当感受到中华美丽的所在。有珍珠蚵仔风味的甜露、羊奶做的 cheese， 嘛有结合手机设计解谜游戏。 今年台湾世界展伫中华举办，有在地青年团体自发性发起响应，伫世界展期间规划展览、食食体验等等的活动。我哋伫高滨街内面做一个展览，是甲红丸有关系。咱就介绍红丸的就较物产，比如讲羊肉啊，比如讲辣啊，各式各样的就较物产。我是一个科技的团队，然后即间我就甲有设计、甲导览的团队做合作。上特别的所在，毋是敢带大家去食物件，我们有结合手机。 然后这实境解谜游戏，带大家发现无同款的中华哦。这边的在地团体响应有4个组织，计共17个单位，有的人是养殖业、农业的第2代，有的家己创业，拢是伫中华打拼真侪年的青年。因也指出，中华因为产业结构的关系，少年人要创业也是做在地创新，拢真困难。因希望透过自发性的响应，证明设计毋是包装尔尔，是会当行入生活、产业带来改变的。少年人比较重视的是在文化创意产业啊，或者是影音产业，但在彰化，在这种创意人才上面其实是比较少的。这个台湾设计展在彰化，我们中华团队就把它集结不同的专业工作者，大家一起合作。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新的再生。 在地团体表示，中华主要是传统制造业、农业、服务业为主。这边台湾世界展伫中华举办，伊嘛希望毋是干那表面好看，更加爱顾到地方的需求，嘛期待透过这个机会，带动中华设计甲文创产业的发展。记者杨淑静，中华报道。 南投县府要伫民间乡来起焚化炉，这互在地人是真烦恼，讲恐惊会去影响到地园的生理，所以要求这县府呢，得来提出评估的报告。也毋过县府到今呢是还未公布，当地自救会议员甲乡长呢是批评县府违反停事正义。暂缓环评。 守护茶乡。南投民间乡的乡长、南投县议员针对焚化炉设置的问题召开记者会，因指出目前台湾有超过一半的手漆茶，茶米拢是对南投民间乡来的。自从县府伫咧去年公布，甲民间乡选做优先起焚化炉的地点了后，地农就真烦恼地园受污染，要求县府爱提供完整的风险评估报告。毋过到今1年过去啊，拢无消息。 南投县政府环保局呢，我要求说你的空气品质模拟影响分析，就是说你这些脏东西是怎么飞的，你要公布出来嘛？他完全没有公布。另外，由南投县议员批评县府安排伫咧9月23先开宽屏，9月29才办公听会，顺序根本就颠倒饼，无定时证据，而且佫限制民众伫咧宽屏会顶悬发表意见的时间，认为政府只是办一个形式尔尔。
但很遗憾我们这一次看到的我们的这个环评会议呢，一个人只能够发言3分钟，而且是要以一面对很多的专家学者，然后只能够有20个人登记。至于环保团体在质疑为什么没有经过相关的健康风险评估，那我想依照相关法定的程序一定要先选定场址，才有办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估跟相关风险评估的审查。所以我们今天已经确定会在民间乡这个地方来进行我们最优场址的这个选择。南投县政府强调，9月23召开环评会议的时，会用科学的数据来向民众证明，焚化炉排出来污染物对地理无明显的影响，爱地龙放心。但是自救会认为南投是盆地，无应该起焚化炉，应该对源头的粪扫回收、粪扫减量做起。记者陈亚轩、林旭凯台北报道。世界潮流街来关心的是，法国这几天呢是当咧兴假团旅游，亲像是芳船伫海边安尼慢慢啊驶，也佫有露营的免用电的体验。除了是甲大自然会当有连结，嘛会当甲亲戚朋友开讲联络感情。Port de Saint-Raphaël, de belle aventure, belle aventure. On est paré pour le départ. 即马这个社会真侪代志拢要求爱有效率，不过有一寡人即马开始过慢活的生活。这台度假自法国圣拉斐尔港出发的动力航船，要驶过地中海去科西嘉岛，规个航程无远。不过这台航船是要驶15到20点钟，互游客伫咧船顶困一暗才到位。You get a bit bored in regular transport. Flying's faster, sure, but I try and avoid planes for environmental reasons. 每年4月到10月，地中海的风影平静，天气好，是正赞的旅游季节。这座漫游坐航船伫驶到半路时阵，有一半时间会甲引领关起来，用风帆带动船慢慢啊驶，等到上原始的航海方式。那步调慢，也当减少碳卡量。平均一位游客只敢用无到5公升的柴油，比飞机加渡轮减80%的碳排。但是风影平静的时阵，就是互游客落去耍的上好时阵。虽然会当看到美丽的海岸、海都、海龟，不过也会看到真侪粪扫。根据联合国的资料，地中海每天拢有730吨的塑胶粪扫伫咧污染美丽的海洋。We'd rather not find it. Better to spot fin whales. 另外，法国这么也流行无插电山南旅游。无插电就是手机藏内，无网络，无现代生活所需要的电，困布棚，用山泉水洗身躯，点茶倒火煮饭，等到原始的生活。像这团有25个人，困伫咧布棚内，困到半暝，一怪2个人一组，轮流守伫咧萤火边1点钟。伫咧遮困之前，唔是摕手机看影片，是听野外的虫叫。公司新闻王路梅报道。这几天来伫伊朗的是有愈来愈侪女性是选择骑乌托邦，也毋过当地法律呢是限制，干那男性才会当申请驾照。好消息是，即马政府已经甲国会来请求修法。伫路的骑乌托邦真方便，而且无贵，要停车也真好停。所以伊朗有愈来愈侪本地人骑乌托邦。伊朗首都德黑兰人口850万，甲其他国家同款。上下班时间定定塞车。24岁查伊尔就讲，伊即马改骑乌托邦上下班，逐工塞车的时间减3点钟。بیشتر از انگیزه بحث نیازم بود چون خونمون و محل کارم خیلی از همدیگه دورن وقتی با ماشین میرفتم روزی حداقل 4 ساعت توی ترافیک بودم به خاطر این بر حسب نیازم بیشتر موتور رو انتخاب کردم خب خیلی تقریبا 3 ساعت از مسافتی که در روز توی ترافیک بودم کم شد 伫德黑兰的路的定定看到查某人骑乌托邦，因果若照当地法律角度来看，查某人骑车。这种行为是一个宗教甲法律中的普适地带，因为法律虽然无明文讲妇人袂使骑车，不过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了，就限定只有男性会当申请驾照。保守的共和派甚至以违反伊斯兰教规甲无道德做理由，坚持妇人袂使骑车。伊朗对无驾照骑车的罚则。自罚金到掠去鬼拢有，警察人掠到查某人骑车，拢放正定。有当时也是甲你警告一下，有当时也甲车没收。我嘛提供伊的经验，若伫路骑车和边仔骑车的查某人发现你是查某的，就会被对方骚扰。有当时也会甲你逼车，真危险。یکی از چالش‌هایی که خودم دارم اینه که حالا اگر که بیشتر این مدلی تیپ میزنم به خاطر اینکه فکر کنن من مثلا آقا هستم که اکثرا هم اینجوری فکر میکنن مثلا از کنارم رد میشن میگن آقا ببخشید مثلا فلان آدرس کجاست
ولی یکی از دغدغه‌هام اینه که مثلا بفهمن که من مثلا خانومم با شدت کنارم رد شن یا مثلا یه حرکتی بکنن که من واقعا تعادلم به هم بخوره یا مثلا یه اتفاقی برام بیفته.即马有一个好消息，伊拢係婦女事務辦公廳已經向國會提修法的請求，即馬就看是唔是有法度佇個保守派掌控的國會通過。公司新聞王慧文編輯。風台咧要來啊，請大家都要加加注意啊，來關心各地頭的溫度。北部地區29度到35度，中部地區是30度到37度，南部地區30度到35度，東部地區是28度到30度。咱外島地區28度到33度。以上就是這個中島新聞，感謝你的收看。明仔載同一時間，咱再相會。